廣闊金色的非洲大草原上，住住一群長頸鹿，它們都有住圓圓的棕色斑點。除了斑斑，斑斑身上的斑點是一個個精緻又可愛的愛心形狀。嘿，快看斑斑，它的斑點好奇怪喎！圓斑點的小長頸鹿們在竊竊私語。斑斑覺得好難過，它不想被嘲笑，所以總是默默地走開。它躲在無人的角落，看住自己的心形斑點，心想：為什麼我不一樣？如果我也有圓圓的斑點該多好。在這個草原上，有一條神聖的指引之路——圓點石陣。那是一排排整齊、圓形，在夜晚會發出淡淡藍光的石頭。只要跟住圓石走，就不會迷路。大家都覺得圓形代表住安全與正確的方向。這一天，天空突然變了顏色，狂風呼嘯而至，大雨嘩啦嘩啦地落下，動物們驚慌地四處奔跑，尋找遮蔽物。風暴太大了，大家快躲起來。風暴終於停了，但草原變得不一樣了，地面一片狼藉。最糟糕的是，神聖的圓點石陣全都亂了，圓石散落得到處都是。原本的路徑消失了，我們迷路了，動物們聚在一起，驚慌失措。這時，斑斑走了過來，當他看住地面上那堆雜亂的圓石時，奇發生了。透過他那獨特的視覺，他看到了一幅不一樣的畫面。咦，斑斑的眼睛突然一亮，大家看，石頭在說話。斑斑興奮地大叫：你看那邊，圓石其實排成了一個愛心。動物們半信半疑地看過去，但透過斑斑的引導，他們終於也隱約看到了那個愛心形狀的路徑。在斑斑的引領和大家的努力下，原本混亂的圓石被重新排列。這一次，他們形成了一個清晰、壯觀的指引方向的巨大愛心隊伍。我們有新的路標了，跟住心形的指引，大家終於找到了家。斑斑，你太厲害了！以前嘲笑斑斑的圓斑點長頸鹿們圍住他，露出崇拜和歉意的表情。對不起，斑斑，你的斑點雖然不一樣，但它是最有力量、